上。大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是，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变奖金上少35000块，你砸登去哦！35000啦！ 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。是的嘿，我这边先来哦，我这边不得了啊吼，阮这边看去的第1个，有咱的组队长，队长是组长，队长，伊就是冠军来的啦。哎呦阮这边拢是冠军的总破赛啦。欢迎啊！咱阿发赛啦。大家好。哎，即马哦，豆豆啊退休啊，嘿，吼，豆豆退休，即马吼交互囡仔来。哦，后一代啊，后一代吼，生到真缘投。哦，吼，阿发师吼，较无要讲话不要紧，后一代咱就爱讲较侪话。真正真正。好来，队友甲介绍落去。这个这我讲啦。系啊，来，即马就是咧厝内底有当会甲爸爸斗3工，看头看尾安尼，系啊。是，啊你叫啥名？我叫会当叫我 Jeff。 Jeff Jeff 对。嘿，啊而且吼，重点是你拢做什么料理的？我做西餐较多。哦，是对啊，我做西餐嘛，差不多10年有啊。欢迎你哦，欢迎好 Jeff 来，啦我介绍落去。我叫周杰，嘿，我叫周杰，我是 Jeff 找来朋友，安尼安尼。你嘛是总决赛？我嘛是总决赛，系。是，好，欢迎欢迎你哦，来，我插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吴文琪，文琪我嘛算讲是一个少年的总破赛，即马伫一个旧场做旧场的创意料理的总破赛，安尼。欢迎你哦，好，来，我插落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米兰达。阮兜咧做油汤的，咧卖肉肉饭甲土土鱼鸡。哦，哎，这是上基本好食的。你放假？放假，好，欢迎你咯！咱说嚟看呢边哦，迄边听讲嘛是总破赛呢，吼，30档的总破赛，来咱的队长，欢迎咱这对水义夫妻，老谢。但是迄个无人迄个对面拢是总决赛啊。我嘛是总破赛，会头家。哦，会头家哦，会头家啦。阮这边干那我是总决赛嘛，啊，其实大家拢总决赛啦，拢咧对啦做啊。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这边的哦，真温来，按拢咱搭来搭去啊，介高水的啦。真正的。是啊，啊，毋过今日是某来做队长哦，啊哦，翁都爱说你哦。是安那你想无？你看袂起我吗？无，我毋是看袂起你，我一向足尊重你的。足尊重你。我看你都无咧惊我。网络毋是讲欠钱，互你去海口食汉迄食嗨啦，讲之前讲阮两个讲我可能赶出去啦。系啊，足嗨。别啦，伊还袂净身出户咧，因为还袂进亲戚咧。哦，是安尼安尼哦，嘿。你好，我是谢义，我是谢义军，美术姐啊，上哥哥好，你好我的专辑。哎呦，哎呦，咱要出专辑吧啦，谢谢啦是春娇爱随意，是啊，哥我的专辑无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其他重要的毋是我，你重要的物件摕出来，重要的物件摕出来。因为我嘛有，我即嘛是8点钟的。哦，来，诶，古情再相逢。谢谢啦，再相逢但是迄个女主角毋是伊啦。哦，嘿，你看，伊的专辑是伊的专辑是伊爱我，嘿，啊我的专辑是我参别人，哇，足乱的，我后期足乱的。哎呦，原来好几出乱嘞，但是无啦，倒看行啦，嘿啦，拢是8点钟的歌。是，无唔对，无唔古情再对，相逢，这个歌哦，算买就这个机会，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。是，伫个网络2天吼，就破10万。哦，啊，你哋歌话嘅就已经破，即摆800万了。赞，赞，感谢大家，对。啊，有一条两嘛。嘿，别懵啦，无啥不行嘞，是，无唔对，我是拄加入咱好记唱片公司的林秀琪，秀吉你好，秀琪啊，感谢，上哥哥，这是我，这是我今年度的新专辑，叫做《无语问苍天》。无语问苍天，这首歌那么是甲我的师兄是随意阿哥合作的，对，是，好来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快来接刷落去嘞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哎，小朋友，我是住伫中华陈秀美，好来，感谢你哦，欢迎，来个刷落去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依竹，什么？林依竹，哦，林依竹啦，依啦，啊，林依竹啊，伊啦就，较特别，因为伊是我甲随意去互关的时阵来甲阮看的啦。来讲买物件讲免费啊。去红乖，重婚罪啊！无啦，等一下啦，阮去年啊个疫情的期间，确诊啦，无，等下爱隔离，无出国，
出国表演，啊，转来拢爱去隔离啦，嘿，哎嘿，对啊，对大几年咱来学，哦啊，咱这只下都倒来，逐工来讲面会，炸好来讲面会。其实咱哦，台湾好食物件较想遐济，尤其是嘿台式的料理吼，真正上简单，佮上好食的吼，真正拢靠食的啦，吼靠食的安尼啦吼。啊，若是爱食的，就紧日去食一看。爱听就甲阮捧场，甲阮支持啦吼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即马就爱先介绍咱的顾问老师，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。是，欢迎咱的顾问老师罗公行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会有好成绩。我感觉今日台语大家听起来拢不哩厉害哦，足厉害哦，会有通啊拼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具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具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大家来斗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加油哦！哦，按像这样是不是敢若做句共款？对，咱这回合哦有3题，摕到较侪分数的人，就得到5000块奖金。好，来，咱赶快手放在铃的顶面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已经满18岁咯，会当去安怎咧？满18岁会当去安怎4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总决赛。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做董事长。哦，会当去做董事长哦。哦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歹势呢？去做董事长，去做董事长啦，安尼使，较气势有。好来，我这边，我已经满18岁啊，会当去投票选举。投票选举，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来，继续上来。我已经18岁啊，会当去娶某生囝。娶某生囝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对啦，来，继续哦，来。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考车驾照。考车驾照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啦。考车来，考车的驾照。我会更较厉害，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开车环岛。开车环岛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嘿，来，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夜店跳舞。夜店跳舞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，无问题。来，夜店跳舞哦。我来，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买手机啊。买手机啊？老师买手机啊对唔对？来。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登记结婚。登记结婚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可以哦。来，银行开户。 18岁就通去银行开户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来，银行开户哦。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交男朋友。会当去交男朋友，来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袂歹哦。好，来，交男朋友。考公务员。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考公务员。考公务员，老师对唔对？有。袂歹。来这边。我已经满18岁了，会当去买车登记。买车登记，来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买车登记哦。加油！可以上大学。我已经18岁了，会当去考大学生。考大学生。考大学生。哦，来，老师，考大学生对唔对？歹势安尼，女声。
啊，通啊考的真济哦，对啊这一时拢会乱去。来，分数先。恭喜随意夫妻得到1分咯！好，来，咱来请教老师，各有虾米会的？来，哦，老师。咱若要讲会使讲，我会当去餐厅走道，咱遮足济拢做总啊，铺。参加走道。去餐厅走道，哦，去餐厅去人烹菜啥走道，哦，啊个买奥多拜，没有都吧？哦，嘛会使啊，嘛会使搬出去住，搬出去住。哎，因为伫美国吼，18岁，老爸老母拢希望囡仔莫搁住厝的啊。你若去读大学，你就去住大学遐。是。啊，若无你就去找头路，家己去外口住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袂歹袂歹，但速度拢真好哦。赞。好，来，小美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伫路咧拄着什么，互我感觉真安怎？哦，我伫路诶拄着什么，互我感觉真安怎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。我伫路里拄着沙石车，互我感觉真恐怖。哦，沙石车真恐怖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啦。会使哦。来，我伫路里拄着大水沟，互我感觉真恐怖。真恐怖。大水沟真恐怖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好，来。我伫路伊拄着救护车，互我感觉真紧张。哦，救护车真紧张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。我伫路拄着拍火车，我感觉是真恐怖。咱嘛是啊。恐怖跟另外一个不一样。哦，拍火车真危险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无问题。好，来。我伫路里拄着大车祸，互我感觉真惊吓。哦，大车祸真惊吓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哎，来。我伫路的拄着阿发西，互我感觉真欢喜。哦，拄着阿发西，互我感觉真欢喜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袂歹哦。来。我伫路林拄着古精灵，互我感觉真歹势。哎呦，古精灵啦，真歹势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袂歹哦。来，古精灵来啊！我伫路里拄着土客兄，拄着土客兄，做个土客，我感觉吼真袂爽，真袂爽，嘿。我伫路咧拄着土客兄，我感觉真袂爽。哎，敢袂使？会使吗？土客兄。系啊，就是看到有人的小三啊，哦，系啊。好，我来问老师更小啊。来，老师土客兄真袂爽，安尼对唔对？真更小。阿妈这样不痛啊！来，分数先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。是安怎？这一定有伊的原因啦，吼。来，老师。对，咱若拄着吼，一般来讲拄着物件，还是讲人。是。啊，这土客兄唔是物件嘛，唔是人，伊这是一种行为啦。啊，你若讲拄着土客兄呢？你若要讲看到人咧土客兄，啊，毋过安尼伤长。啊，你嘛一般你嘛唔知讲是人咧土客兄，你嘛唔知讲因两个什么关系啊？所以这个讲起来是较无遐尼正常，较无遐尼自然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哟，上尾一题哦，加油！手放在脸的顶面，赶快听我讲，请手导人带当起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迄个人哪食饭哪安怎足安怎？哦，食饭哪安怎足安怎？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水哥哥。迄个人哪食饭哪乌皮康足太高。乌皮康足太高，老师对不对？正确。哎，好来。那迄个人哪食饭哪放臭屁，哦，食太高。太高，你讲话是？食垃圾。哦。食垃圾，放臭屁，食垃圾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哦，来。哪食哪放？迄个人哪食饭哪讲电话足无用的。哦，讲电话足无用啦。老师对不对？好，无问题。好，来。迄个人哪食饭哪讲笑话足大声。哦，讲笑话足大声，老师对不对？无问题。哎，来这边。迄个人哪看电视？哪食饭哪看电视？哎，咪足无用。袂使感觉咧。哎呀，讲话一个。足轻松。
啊，足轻松。哦，哪看电视哪足轻松，哪食饭哪看电视足轻松，老师对不对？没问题。好来，这边。迄个人哪食饭哪看股票足无用。哦。哎，就无赢啊，盖姐，就刺激，就很刺激啦，因为那股票上。就刺激哪食饭哪看股票，就刺激，看股票足刺激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会使。食袂落啊！迄个人哪食饭哪饲囡仔，足辛苦。哦，饲囡仔足辛苦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搁想一个，搁想一个。来，我恁呐。迄个人食饭哪看因哪足好耍。哪食饭哪顾囡仔，顾囡仔，顾囡仔，顾囡仔拄则。还是饲囡仔？顾囡仔无共款。哦，顾囡仔足无用，足无用。无用讲，无用讲过啊。我一，好耍。哦，顾囡仔足好耍。歹势，这两个斗袂起来。不要紧，咱分数先。是，叫迄，但你就第3分咯。我想这个若个换阮咯，我已经唔知要想要讲，啊无迄个人若食饭若水仙区。我想讲不来，因拄则吼，迄个人叫做哪食饭哪人囡仔，安尼就较无遐奇怪，因为伊是哪食饭哪顾囡仔，尼足无用的对无？啊，你教伊讲足好耍，听起来是袂到啦。哪食饭哪人囡仔，足好耍，安尼就无要紧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咱先看分数，咱先看来总决赛这边。总决赛即嘛是0分，啊，袂开始哦。啊，来咱水哥哥这边。这边得了3分咯。所以讲，咱奖金先放到倒这边。放在咱水哥哥这边，得了奖金5000块。会记哩哦，咱来会记哩开市哦。加油哦！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。台语蒙看麦。哎呦，这么分数，先甲蒙一下好不？先报一下吼，咱这回合5题。5题。赢迄边会使得到奖金1万块。是，啊，咱即马第一组先起来啊。对。内面要蒙啥我都唔知咧，咱偷偷啊比者好不？你惊啥？姐夫？我我惊阮某。伊无伫内底吧？你咧知影毋是我一空头伸出来？我再来帮你先论一下啊，你先论一下啊吼。啊，等伊若帮的时候，你头壳入去倒吼。啊，若迄落啊，互伊摇吼。我甲讲啊。母，才毋是母。伊无惊爸爸，惊某。对啦。这即马流行的啦，即马流行的啦，是。啊，阮这遗足之后，我知影伊惊啥？足之后惊啥？惊食无啦。台北走啊，台南去啊，毋是。但是重点来啊！好，要甲恁讲，即个物件会当食。哦，太水哩哦！我有一个提示哦，哦，拢想好哦，有一个概念啊哦，来准备好哦，看头前，来目睭看头前，咱台语望看麦，请望，望落，去用杀去啊，去用杀去。洛梨叫啥？台语。洛梨叫罗来。罗梨啦，罗梨。好，来老师是不是？世界纪录上界应有的规矩，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咱台语望看麦，请望。就转入去哦，望落，去用杀去啊，杀野手。哎，对。什么？牛油果，洛梨叫啥？台语。叫台语叫啥？叫。这你一定爱食做料理嘛？叫。来啊！什么？罗来。我听过。罗梨啦。罗梨。牛油果。
牛油果，确定哦？嘿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牛油果？会使。哦，袂歹。感谢咱这总破赛。对啦。嘿嘿嘿嘿嘿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1分哦，开始啊，开始啊。来，咱等下拢袂当讲话哦，安尼太公平哦。对。好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这是外来物件啦吼，是我在咱台湾无啦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台湾有人甲伊讲做是油来啊啦，吼，因为伊其实食着敢若油共款啦。哎，拄仔讲牛油果，这是原来有人安尼讲啦。啊，佫有一种叫做壳来啊，这些咧壳鱼的，因为伊啊放较压、放较久吼，伊会变咖啡色的，看到皮粗粗哦，敢若壳鱼啊，我讲壳来啊。啊，但是种这种物件的人吼，因拢讲做阿波卡罗，迄就叫迄个 avocado， 迄个英语的名。哦，用台语音去甲讲的，因拢讲阿波卡罗。哦，啊，伊这是其中的一种有人咧讲的，所以会当算伊是正确的。咱开始啊！恭喜哦！咱搁继续加油哦！好，啊这边咱嘛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今咱制作单位啊，较想要拢真好，因为拢总破赛，所以讲吼，伊藏的物件，讲真诶，我嘛落啊查啊一只台风讲。拢甲恁拢有淡薄仔关系，啊，拢有淡薄仔的关系，淡薄仔，吼，所以讲大家拢放心吗？啊那，即马你讲，甲恁问讲，啊你会惊啥？你绝对唔敢讲。我都唔惊啊，食的物件都唔惊，天顶白头较白啊。啊你煮菜上惊啥？煮菜，我嘛是唔惊，拢唔惊，拢唔惊嘿。啊，什么料理啥货你拢唔惊？拢唔惊嘿。一个是熬煮，啊一个是足好命熬食，嘿，姑娘，你上惊啥？我上惊无钱。有道理我上惊小动物，按我袂使讲出来，因为我惊人会甲我恶作剧，甲我专工知影，摕来甲你创治。是。啊，这若袂叮当的，我就袂惊。你上惊啥货？我唔敢讲。哎，陈水义。加抓。可能这新人啊就错了。哦。你是讲是错了，是新人错了。新人错了。好来，咱准备好啊吼，来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望，请望哦。望。哎呦，叫啊！哎，我这拢望物件。来，你的答案是啥？叫啊！叫啊！我这吼无共我摸着叫麻糍桥。嘿，伊较嫩，咱桥啊，拢较定嘛，伊较嫩，我感觉是麻糍桥。麻糍桥。哎，对。不要紧，我先问。手啦，桥啊，看卖。健康。是。再问一下麻糍桥无？麻糍桥。老师伊。拄啊，阿发师讲这是麻糍桥，对唔对？这个叫做桥吼，嘛会使叫做桥啊啦。北部的人一般拢讲桥一字尔，啊南部人拢讲桥啊啦吼。是。啊，你讲麻糍桥吼，这是讲伊的食的时吼，伊足嫩的。足嫩的。像讲咱蚵仔对无？啊，若好食的讲做冰冷心蚵。是。哦，咱会去特别去讲，因为伊有特别的这个口味，咱会去有另外一个讲法。但是你讲桥啊，都无唔对啊啦，伊正确。啊，你要特别讲，因为这讲实，你即马讲伊麻糍桥是伤早啦，因为食的时咱来讲。是。哦，所以讲是还袂做好的桥啦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咱搁有哦。对啊。听啥第二个名？对无吼？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你这哦，实在是伤欢喜，咱袂记你分数，爱紧日送互人。哎呦，恭喜得了1分哦！赞！来，所以即马看一个就是1-1啦。1-1咯。好，第3位已经起来啊哦。有鼻无？敢若会使讲这有毒啦。有毒。所以讲有毒，咱就要搁较轻的，因为会惊啊。对。唔知会手会去受到伤害。是吼。好，来准备好啊！看头前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无？轻啊就好。哎呦，有哦。什么？放阿香。哦，确定。来，老师是不是放阿香？健康。哎，分数。恭喜这个第2分哦！来，老师，咱请解说。好，咱另外来分榜仔的啦吼。
啊，咱台湾话就叫做蠓仔香啦。啊，这即马较少人咧用，因为这吼足杂的啦。对。即马拢用电动的啦吼。嗯。啊，电动有分2种，就种规片的吼，迄嘛是有味啦。啊，另外种即马是用油水的。用水的。啊，油水的迄种吼，你插电落吼，伊较无片到味。你会当选有味的嘛，当选无味的啦。是。哎，啊，当然你上好是莫点伫房间内面，我像阮兜。拢点伫迄个房间外口啦，哦，啊无你点房间内底你漱规暝哦，可能对身体嘛无好。因对来讲的这有毒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甲看，恁两个对足温柔的哦。粗残，已经等家呢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即马你哇赶起来哦。加油哦！咱这边要加油的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我少年应该什么话拢较唔惊啦。嘿啦。是。你拄啊看阮伫嗑物件的时阵，你有听到声无？张杰？无呢，我无听到你。你无听到声？无哩。所以你讲足认真，你想讲内面到底是啥着？对。小米姐啊，你上惊什么？我上惊长长的那个东西。啊，长长的。电线呀。溜抓啦。我看10个应该是有8个应该惊啦。嗯。是，不过阿姊你免惊。伊无啥会叮当，伊无长啦，伊伫要落啊。硬正。来，会记哩哦。咱哦对这种物件，不管是食物还是动物啦啥，咱拢爱较温柔。哎，较懵啦。对。好，来准备好啊吼。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什么哦？木鱼。什么？木鱼。木鱼，确定。确定，木鱼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木鱼？变卡。咱有5分钟啊！终于得到第2分哦！拄则来只恐怖。小米姐啊，我粗残的，几只甲杀出来，哈嚓！对，这咱台语有足侪讲法的啦。哎，因为这个声哦，咱台语有人讲酷啊啦，酷啊，嘛会说讲迄个啊五啊，哎啊，就是木鱼这3种讲法啦。哦，木鱼。好啦，谢谢老师。来，袂歹，这种物件咱9分啊啦吼。来，即摆2比2。对。我搞到是即摆2比2啊。2比2加油哦。好，来哦，即摆有最后一组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哥哥，这座单位拄好甲你问啦吼。特别问你第几个嘛？伊无问我惊什么，但是我惊什么，大家知。伊甲问我第几个，我甲讲，我就感觉我失算。等下伊个米兰达啊，咱好咱参详者，咱莫像电视做较粗鲁好无？咱温柔较温柔的，我惊这组互咱重排。你懵掉甲我讲就好啊。哈？你懵掉啊？你甲我讲就好，我莫懵。无，咱只豆豆是我即摆上惊就是讲吼，恁两个若手入去了吼，伊可能会袂叮当，嘛有可能会跳来跳去。真正假啦？真正。啊，做食的那种惊这奇怪的。无咱讲着咱的速度，讲着咱头大概，咱莫粗鲁啦。咱较优秀，咱先大概讲好啊，差不多这速度。好。哦，讲好啊，吼，好来，咱准备好啊。冷吼。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。请帮。咱请帮。会自动扫涂骹的，随扫涂骹的机械。爱好解名，你别说自动扫涂骹啊。扫地机。啊？扫地机。扫地机。你答案是啥？自动扫地机。咱听老师来讲，伊安怎讲？哦，来老师。这题若着拼2万，倒一队会赢咧。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。请帮。咱请帮。是什么？帮个字来无？哎呦，规啖要变去啊！来，小伟，哥哥，你比手要小牌啊？乱语。哈。会自动扫涂骹的，随扫涂骹的机械。是。安那念？解名。扫地机啊。解名哦。系啊。
台语。凊彩讲一个名，你袂使讲自动扫涂骹啊？扫地机。啊？扫地机。扫地机。哦，扫地机嘛吼。扫地机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算。哦。再分数。终于得到第3分咯。我等米兰等两个哦，因为伊俩，阮两个手相摸，啊，阮两个点么剩2块，啊，两个是咧，就咧走运动场啦。来，等下我讲米兰答，伊拄嘛讲伊知影答案的，你的答案是啥？扫涂骹啊，自动扫涂骹啊。伊的名？自动扫地机。哦，自动扫地机。安尼嘛是对咧吼。所以阮无讲唔对嘛，伊会叮当嘛吼。我是安怎会知呢？因为阮两个踮在洗只久，我是摸到这个手，摸到这个手。哦，原来哦，是，这是新的啦。咱听老师来讲，伊安怎讲？哦，来，老师，有另外一种讲法。因为新物件啦吼，讲实咱即马无讲大家拢接受的名啦吼。啊，伊安尼讲是算简单啦吼。啊，另外一单会当讲伊是电扫帚啦。电扫帚。其实伊的功能就是扫帚嘛，啊，有到电的，伊用电来替咱扫涂骹吼。所以你若讲电扫帚吼，是更较清楚啦。啊，你讲扫地啊，你若照你讲爱讲，你若要讲扫地，爱讲扫地机，哦，因为变调啦。啊，不过咱因为新的物件，大家也无讲完全有一致的讲法啦，所以安尼讲话咱会当接受啦。哇，咱感觉这种当然是厉害，会当起桥啊，会当起扫地机。是，嘿，好来，咱请回。嘿。煮食煮了爱扫涂骹。是，拢有。好，来，进来看分数。是。先看阮总破赛这边。即马得到2分，嘛袂歹哦。嘿，啊那阮水哥哥这边呢？即马得到3分咯。所以讲，奖金伫倒位？1万块伫咧因这边。加起来就是15000块。哦，15000块哦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免10字，真正要拼盘伫后壁。好，进来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咱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是 A、B、C， 啊，上重要就是3条命尔，一定爱分开迄个风险，对，唔通硬死去 A， 硬死去 B， 硬去 C， 啊，就是大家拢死做伙。对啊，你手指啊，拄则讲了这个，迄规两袂当去共一拿来，对，一定按甲煮食食就上安全。有，这袂歹。我感觉真好，咱这个战争是咱恁10位。所以讲，我讲因真好，拢足团结的。吼，敢若大家拢变做一家伙仔人同款啦，这边鼓励这边安尼啊。好，啊，唔过输赢嘛是一定爱拼。2万哦，加油！好，来哦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菜头食菜，菜骹死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饲鸟鼠夹布袋 ，B. 卖凊彩相信迄个谣言呐。C 做歹代志害着家己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到底是不是饲鸟鼠夹布袋？卖凊彩相信谣言。是，还是讲做歹代志害着家己。哦，对。菜头食菜，菜骹死哦。有叫菜下死。嘿，菜下死，来哦，咱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来，哦，哦哟，这有包，这边拢死5条命，这边嘛死5条命，拢死10条命，上团结。所以讲这是死10条命哦，全死哦。恁真正无要继续落啊？我嘛细死。哦，嘿啦，死啦，不要紧，咱互死的爸爸来讲一下。不，死的爸爸，对，死的爸爸咩？咩对咩？菜骹死，啊，当然嘛是做歹代志吼，会害到家己啦，所以吼，这句话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，无毋对。是，啊，那这边咱嘛是爱问一下啦，吼，来，水哥哥，
你讲菜场食菜这？因为菜场你食菜会死，是因为伊食着农药嘛。 哦，对啊，所以甲饲鸟去甲某地、甲相信谣言，这种无关系啊。无关系，就讲做歹代志啊，会害着家己啦。对。是哦，袂歹哦。啊，听起来足简单的呢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恁几只名死在一起咯。赞哦。对，这边嘛5条命，这边嘛5条命。是的。真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啊，这句话古早留落来啦，迄个时阵应该是还无农药这种物件啦。哦。所以这个意思讲，种菜人真辛苦，啊菜糖去食，当然咱会感觉菜糖是无好的嘛吼，就是害糖嘛。啊上尾去哦，迄个种菜人哦去看到是吼，甲电死啦。啊所以咱讲上尾吼，你伫个什么所在一直咧做歹代志，上尾你就会。 因为你做迄个歹代志哦，害你家己无命去啦。哦，所以咱用这句话来讲，你若做歹代志做伤济，上尾会去害着你家己啊。哦，来真有意思哦。偷食菜啦，嘿，真好的教育啦，吼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真好，真好，真熬5条命，5条命拢留了哦。好，来麻烦替我试者后一题。后一题。嘿，好，来继续落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 请问板岛文化逐出菜拢有特别的意义，你敢知影上尾的迄个菜尾汤主要的意义是啥物 ？A. 感谢神明祝福 ；B. 多谢来斗相共的遐个厝边 ；C. 菜尾代表发财。自古早阮咧煮菜煮的吼，啊，大家斗相共拢无时间食饭嘛，啊，所以到尾一定要害在厝边头尾安尼啦。啊，食菜尾存家伙。 哦，所以我开始想着讲会发财这种的意思，这个嘛真有道理呢。对。这道菜尾汤是啥物意思呢？我过回来报你知哦。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哦，这应该真紧哦。哦，2边拢总爆菜应该真简单啦。菜尾汤哦，到底是感谢神明祝福，还是讲多谢来斗相共遐厝边，还是讲菜尾代表就是发财？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，咱请起答。哎呦。 太趣味咯！因想要大发财。喂！来，是，这真正就安尼啊吗？足恐怖的呢！来，我问阮那个咱的总铺师，大总铺师，你感觉是比50档的自古早阮咧煮菜煮的吼，啊就是春菜尾拢搁熬一个白菜，搁下落菜头，搁下落，菜尾嘛，做伙大鼎啊，厝边头尾行前，因为大家斗相共拢无时间食饭嘛，啊所以到尾一定要害在厝边头尾安尼。啊，行厝边头尾对，系。所以讲伊意思，阮细汉的时阵食遐菜尾，就是。 食迄人情味的感觉，迄个感激，迄个感激的心啦。哦，啊，那咱这边是安尼，啊，这边就是感觉是。无，因为我是看到题目出讲啊，逐项，算一项出嘛，菜一路出啊，到上尾的时阵，这个菜尾汤。 吼，因为我是看到这梨园咧食菜尾汤，因为我有常想着讲啊，食菜尾存家伙。哦，所以我开始想着讲会发财这种的意思。嘛是真有道理呢。对。总是有输赢啦。输赢一家对啦，不是你死，是我讲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的答案是。 来，麻烦这5条命，给我取一个失败。哦，哎呦，真正，不过吼，2边我感觉听起来哦，意思拢真好呢。拢袂歹啊。对，咱来听老师讲者是安怎，会是迄落啊，是咱的迄落斗相共的厝边。好，来，老师。哦，咱过去板岛吼，无像即马拢伫餐厅食啦，拢伫个咱像住倒位啊，就住外口找一个空地啊吼，大家住遐食。啊，每一出菜以前的人拢菜拢足济啦，每一出菜拢足济，啊拢食袂了啦，啊食袂拢甲拼伫一个汤仔底，
啊上尾吼，迄内面有汤有啥，尾啊就变做一桶大桶啊。啊，食吼无甲变伊角，因为以前的人较散吃嘛，哪有可能讲这会食物件变伊角？上尾就是来斗相共，遐厝边头尾吼，一人较一寡互因。哦，以前是无塑胶落啊啦，拢是无着大碗，啊若无就是鼎啊、卡啊，啥物摕来，哦，较转去。啊，这就是感谢讲，因为你办桌的时候，厝边头尾来斗相共啦，哦，啊，尾讲感谢嘛，啊，上好尾就这啊，我囡仔时代食足侪这啦，哦，因为每一边也有人办桌。了拢有这，啊拢好，囡仔拢感觉足好食，因为内面会去顾到你想袂到的物件啦。有像阮椒卵啦，什么你本来无想到，讲什么鱼皮啦，吼，什么你想袂到，嘿，拢会内面有啦，所以感觉足欢喜的。嘿，啊，这就是菜尾汤的意义啦。足好食。敢若迄鼎哦，现食咧几啊工。对，啊，毋过以前拢食袂先，毋过即摆为着健康哦，咱就尽量。卖春啦，拄啊好就好，对，拄啊好就好。所以讲，咱这份数嘛是共款，拄啊好就好。拄啊好，5条命拢有啦，拄啊好。对，恭喜这边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咱有5条命，所以记得这回合的奖金2万块咯。会使来去参加上尾。啊，那咱这边咧，水哥哥咧。因为敢若只有15000嘛，袂歹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这厝边嘛是有影，真古水。就是有嘟嘟啊，拢甲咱加油，吼啊，咱等下菜尾啊包酒互恁啦。好，啊，阮即摆就先来去看，阮头下甲2万块摕倒转去哦。来抢奖金好唔好？好，今日咧，小记我来摆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一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无？是，咱奖金偌济？咱即摆奖金有2万块哦。白对呀咯！2万块就是。我背对啊，你背对，有影嘞，背下下，我这个背偏我看了一下这个人，他哪里来的？我刚刚想讲奇怪，你对啊，那个安尼就2万块20秒。啊，敢袂付？袂付啦，袂付咩喏？咱个送你30秒好不好？50秒哦，50秒加油哦，1秒换1000，好，来排好，来第一位，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，排落去。啊，咱啊互相讲哦，喜欢咱就紧走哦，好，来50秒哦，咱请开始。来6个安怎加有心？啊，挂彩，这是挂嘿，不是挂啊，菜，不是这菜，这里挂菜，这个给我来，食我来安怎？啊，食我来安怎？讲我啊，正确来，最后食安怎？这两天，听啊，正确过来，餐礼甘水安怎？食过冬，过冬，搁试一遍，嘿，过冬，啊，正确过来，张翅安怎？不是，无是，正确过来。5题结束。数理加菜。哈，我有看到数理啊。啊，你有看到数理啊？你无看到数理吗？哦，我看到。哦。来，拜拜。因拄只有诶饲较久啦吼，这6月挂菜计有心，这挂菜是芥菜啦吼，毋是迄个，因为咱台语定人讲是迄个挂，迄是迄个种意，迄是民间的用字，咱台语正字无用迄字啦。啊，咱若讲挂包，咱嘛毋是啊，是咱只割。啊，挂菜咱就真正就是只芥菜啦，啊，迄个字就有挂菜音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因为挂菜到寒天才有心啦。啊，你6月是热天无心啦，所以你若讲挂菜心，一定是寒天才会出嘛。是啊。所以6月天你讲有挂菜吼，一定是无心的啦。所以你有讲有心是假的啦。过来食碗内吼是细碗外。细碗外。嘿，啊，有人那讲起来讲细碗外啦。细碗外。嘿，啊，就讲你食碗内面的物件。替碗外口的人讲话，就是讲你出去跑外啦，哦，咱这就是无好的行为。过来坐好食，得人听，这是较早咧教示囡仔讲吼，坐爱坐好正正啦，安尼人才会受你啦。哦，所以袂使歪坐咧安尼吼。过来餐礼甘水过冬，因为寒天时啊是较袂落雨的时阵，所以水较少。爱餐礼吼，伊爱有水才会生活，
所以伊伫米里头内面吼，最咸的吼，有一撮水勉强渡过，啊，希望讲会当渡过咧困难的时间。用咱人伫艰苦的时间，爱安怎勉强甲渡过安尼？是。啊，过来张弛无是本，就是讲你张弛就是细致啦。哦，你愈细致，就愈袂发生代志，就较袂讲出差错来，互你了钱啊是安怎咧？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看一个上尾的秒数是偌？上尾的秒数是3秒。3秒就是有3000块。哦，嘛是真好，嘛是真好啊！好，来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！恭喜哦！是3000块啊！就是安尼嘛是真好啊呢。使去食一顿啊。对。3000块清清嘛食足好的啦。是啊，有影，3000块你遐比咱大领食足多啊，食啊，是，不要紧，咱摕3000块，咱嘛是介绍咱的餐厅，互大家知。来发师。欢迎大家来青青餐厅。对，啊，若唔知影吼，咱就手机啊试了，你就甲阿巴斯，你就知影讲青青餐厅伫倒位啊。吼，啊，咱若拜6礼拜，规家伙啊抓出来来去遐家捧场，来去遐食一个。好，谢谢。来换这边的资料啊。这三地。阮无店面吼，无通招待大家啦。但是阮有3个拢有出新专辑，所以来阮遮有好听的歌曲。好听。所以啊。唔免买唱片啦，哦，所以要买唱片，无啦，因即摆要咱的 YouTube 甲你即摆要买网络店啦，要买唱片，或者徛一条，或者徛一点钟，找无唱片行。对啊，咱唔免咱大家手机一边边，手机也系甲点落去，哦，谢义军、陈水义、甲林秀琪，甲点落新歌，甲点来听。是对，咱谢义军的《春娇爱》是啊，那咱那个哥哥的咧，咱是哥哥的《情在相好》是啊，那咱的秀琪的。问苍天，嘿，会记哩哦吼，手机啊听着，阮就通啊听，你啊听就是对阮的鼓励啦，谢谢啦。是，按今日啊，真正爱谢谢是啥？咱的郭文老师，哦，什么拢在郭文老师，谢谢。感谢咱的罗公行罗老师捧场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有地位，咱斗阵拼台语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